家机关因为所在跨一块较庄卡的所在呢，医疗资源真欠缺。为了照顾到学生囡仔的喙齿，家机关卫生局甲检查喙齿的专车采去偏乡的学校，若有齿科医生来检查囡仔的喙齿，佫会教囡仔安怎正确洗喙，确保这喙齿的健康。学生囡仔倒伫看喙齿的椅仔顶面，互医生检查喙孔甲喙齿。若是有发现蛀齿，就会随治疗。这毋是齿科诊所，这是西甲学校专门替囡仔检查喙孔的专车，看顾学生囡仔喙齿的健康。假如是小学的小孩子，大部分都是以龋齿为居多这样子。因为咱的资源较少，以早咱也要做这，拢可能爱小朋友拢爱带去到牙医诊所，啊无就爱派牙医师工会医师来到校园，那校园又比较不方便，因为它不一定有那个椅子啊，有这样的设备，所以咱特别有这台车，咱来到校园来做巡回。学校指出，庄卡所在医疗资源无济，学生的家长有时阵无一定会注意囡仔喙孔的健康。专车来到学校，会当替囡仔做检查，嘛会当教囡仔安怎正确洗喙，保持喙齿健康。这个医疗专车会当有这个机会来到学校，小朋友唔免撞来撞去，家长也唔免搁请假，会当照顾到咱小朋友的喙齿的健康。家己关所在看，偏乡的老大人或者是囡仔，喙齿痛无爽快的时阵，拢爱到市内去找医生。家己关卫生局表示，老大人甲囡仔逐工的营养，拢需要靠健康的喙孔甲喙齿。医疗专车伫偏乡的服务，除了宣传保健观念，嘛会当量早预防病症发生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